除了这个新疆的地动以外，昨伫咧中国云南的交通市嘛，同款发生这个土石流的意外。目前知影已经有11个人死亡。伫咧灾难发生的时阵，有18栋厝全部拢互阴引起，拢总有47个人失踪。而且伫咧入暝了后，这气温是搁较低，所以对搜救是真不利。 白雪，目前现场的气温呢，大概已经是低于0度了。到了晚上，有可能是降到零下3、4度了。土石流发生迄当中，有60个人被活台，当局全力开挖搜救，不过温度愈来愈低，愈歹救。我们还面临着其他的难度。 一方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，那现场的滑坡体不稳定。专家讲，初步看起来是顶头正低的山壁崩落，范围差不多100公尺宽，60公尺悬，平均的高度有6公尺，崩落量差不多5万立方公尺，伫30多个粗坡下来。 主要是以季节性的降水为主，融雪融冰，季节性的灌溉，水库的库水位升降。这边土石流发生的原因也唔知，专家提醒讲，有像这种地形的高风险地区，水土的保持是正重要。这么灾区正依照河南省地质灾害应急部署进行调查加监控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